冇人天生就識得照顧 BB， 所以對新手父母嚟講，喺學習點樣照顧 BB 嘅過程中，總係會手足無措。加上社會上要贏在起跑線上嘅氛圍，都令新手父母承受住好大嘅壓力同焦慮，擔心自己會唔會唔夠努力，唔能夠為小朋友提供最好嘅環境。但點樣先能夠照顧好 BB？ 身邊總係會有唔同嘅意見，令人無所適從。呢啲意見主要來自3方面：一、專家嘅不同觀點。好多家長為咗更好咁照顧同教養幼兒，會喺書籍或網上吸收唔同嘅資訊，例如係咪應該俾 BB 食奶嘴、埋身餵哺、用奶樽餵定係食奶粉等等。但現實反而係越吸收得多就越混亂，因為呢啲育兒資訊喺理念同實踐技巧上有時會有好大嘅差異。例如網上專家嘅解說同暢銷育兒書籍觀點上可能係完全相反，令新手父母十分迷茫。二、親友嘅好心建議。有時身邊有育兒經驗嘅親友會俾好多意見，當然佢哋嘅出發點係好意，但係我哋都需要過濾一下，唔係每一個建議都要嘗試，否則會帶嚟好多不必要嘅焦慮。例如 BB 出現紅疹，父母十分焦急時，身邊總係會出現唔同嘅聲音，建議要搽邊隻藥膏、睇邊個醫生、要用乜嘢沖涼等等。其實每個小朋友嘅特性同需要都唔同，適合你 BB 嘅可能對於我嘅 BB 並冇太大幫助。三、長輩嘅經驗。4大長老即係屋企嘅長輩嘅育兒理念同方式，好多時都同新手嘅父母存在頗大嘅差異。例如 BB 扭計時應唔應該抱呢？要餵食定係俾 BB 自主進食呢？長輩可能有豐富嘅育兒經驗，亦因為已經將子女養育成才，所以對自己嘅一套充滿信心。但係隨着科學同心理學嘅進步，令我哋對嬰幼兒嘅成長有更透徹嘅認識。新手父母往往發現舊有嘅教育方式存在好多問題，兩代人之間嘅育兒差異經常帶嚟難以解決嘅矛盾衝突，甚至影響日後嘅姻親關係。喺面對呢啲唔同意見嘅時候，新手父母要專注觀察 BB 嘅需要，並共同決定適合 BB 嘅育兒方式。因為冇人會比你哋更熟悉你哋嘅 BB， 即使好難喺每個細節上都達成共識，新手父母至少要喺育兒嘅大原則同理念上有相近嘅方向，呢啲都需要夫婦花時間認真去討論。討論嘅意思唔係去說服對方我呢套先係最好，而係去明白點解你會堅持呢一套。或者當你哋嘗試過某種方法一段時間之後，發現並唔合適，其實都唔緊要，因為育兒就係需要不斷調整同修正。爸爸媽媽只要能共同進退，困難係能夠克服嘅。如果想要小朋友身心健康咁成長，良好嘅夫妻關係永遠係最首要嘅根基。只有當父母能夠經營健康嘅親密關係，建立足夠嘅安全感，小朋友先會有強大嘅後盾去探索世界。但事實上，對呢啲新手父母嚟講並唔容易，因為 BB 出世後有無數嘅大小事情要處理，除咗要無限輪迴咁餵奶、掃風、換尿片、氹 BB 瞓覺之外，仲要不斷清潔、搜購 BB 用品、訓練 BB 各方面發展等等，根本連休息、瞓覺嘅時間都唔足夠，仲邊有時間去拍拖呢？太奢侈啦！而且 BB 出世之後，媽媽嘅荷爾蒙會產生好大嘅變化，加上忙碌嘅生活節奏，從四面八方而來嘅壓力，爸爸媽媽各自嘅情緒都近乎崩潰，可以唔使成日拗交已經好好啦，仲邊有心力去談情說愛呢？但正正係呢個混亂嘅階段，夫婦如果能夠感受到彼此係共同進退、甘苦與共嘅話，對日後嘅婚姻關係就好似打咗一支強心針咁。相反，如果夫婦忙碌到只係將積累嘅怨恨同不滿吞落肚，唔去處理嘅話，就如同埋下一個隨時都會爆炸嘅炸彈，捱唔到幾年就會炸到大家遍體鱗傷。因此，即使忙到唞唔到氣，都必須安排二人世界嘅時間，可能只係短短15分鐘，或出去食餐飯，都能夠令對方感到你對佢嘅重視。而且新手父母都需要互相肯定對方嘅付出，唔好視呢啲付出為理所當然，更唔好只睇到對方做得唔好嘅地方。就正如我哋睇到 BB 努力學習行路嘅時候，我哋會鼓勵佢，
肯定佢嘅努力，而唔係話你點解會咁蠢。給予肯定，先能夠讓一個人繼續進步成長。冇人天生就識得做一個好嘅父母，我哋都係一邊學習成為父母，一邊陪伴 BB 成長。只有當夫婦能夠連成一線，先可以喺育兒路上共同面對一個又一個嘅挑戰。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正在掙扎係咪離婚嘅夫婦，希望可以讓夫婦重新檢視婚姻，減少怨恨，作審慎嘅離合抉擇，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鍾意我哋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